這條位於阿伯丁埃對地南部的托菲沿海徑是一條非常受歡迎的輕量級行山路線，風景優美且交通便利。Bathurst to Edinburgh，Bathurst to Edinburgh。加二，公共汽車如何前往巴士交通？從阿伯丁市中心出發，主要有以下巴士選擇：Bus 33安培號線，這是最方便的選擇。起點終點建議可以在 Top Road 或 Ellen Park 站下車，下車後步行約10分鐘即可抵達具歷史感的 Top Harbour 古老碼頭。Stagecoach 727號線亦有班次經過托菲的 Landis、Avenue 等站點。Bathurst to Edinburgh，Bathurst to Edinburgh。加3，水波沿途風景與特色。壯麗懸崖海景，沿著北海 North Sea 海岸線行走，可以飽覽險峻的懸崖、海蝕柱 Rock Steps 和波濤洶湧的海浪。歷史碼頭 Top Harbour， 這個古老碼頭保留了傳統漁村的風貌，你可以看到用當地沙岩建造的小屋和一條曾被走私者使用的手作隧道。豐富生態，在春夏兩季，懸崖上常有成千上萬的海鳥，如海鷹、三趾鷗等築巢。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海豹在岸邊休息。雕塑藝術路線中途會經過描繪當地採礦、農業和漁業歷史的石雕像，以及紀念昔日阿伯丁漁販 Fishwives 的埃涉奇雕像。www.treatdetaildiversity.info。加6，浴室設施如注意事項。廁所設施，這條路線多為自然徑，中途沒有公共廁所。建議在出發前或在托菲鎮上的公共場所，如托菲 Hotel 或附近的超市先使用洗手間。路況提示：雖然難度被定為簡單到中等，但沿海小徑部分路段較為狹窄且崎嶇，雨後可能會變得泥濘濕滑。穿着建議務必穿着具揸地力的登山鞋運動鞋。安全第一，部分路段非常靠近懸崖邊緣，拍照或行走時請保持安全距離，尤其是風大時。